羅式伸腿機，呢部機針對每個人唔同嘅身形，調節座位同活動範圍，而且會針對每個人嘅情況，建議唔同嘅訓練強度。主要訓練肌肉係股四頭肌，亦都對糖尿病同高血壓嘅治療同預防係有幫助。起始姿勢：腰背緊貼背部靠板，雙腿屈膝，下小腿至腳眼應處於橫桿後，大腿股四頭肌用力，雙腿踢高，伸直至膝部微曲位置，同時確保身體其他部分仍然在座位上固定，背部不能離開靠板，大腿不可抬起借力，身體不要前後搖晃，慢慢回到起始位置。腿部肌肉保持收縮，以免受傷。切勿快速來回踢腿。睇完片嘅你係咪都想健康啲、病少啲、開心啲？咁就要嚟屯門地區康健中心啦。